他没念呢，老师。有啊，他没念。我等一下。他没念。不对了。有三。他没念。他后面才会念。等下。这颗。他没念。为什么？检查没念。你要点多少？长得不是一模一样吗？他长得。冇重要，你要看题目。这个吗？长得一模一样啊！什么？长得一模一样，谁？他念，长得一模一样啊！题。佢強用嘅外國有嘅題目嘅答案先項冇強用啊！